赶跑了。你要没有所求呢，你就要打妄想了。忽然而天，忽然而地，你打妄想跑到玉帝那儿我和玉帝在一起谈话有的时候又去见见阎罗王，这都是妄想。那么你能学一点东西，自己又有能力了，又可以将来弘扬佛法可以用。你可以学而不用，你这个学会了，会而不用，不可以用而不会。你到用的时候你不懂了那就麻烦了。所以